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9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耶利米书第19章第1节到第15节，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第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富有。富有的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财富，或是我们说这个财产。很多富有的人的财富是努力而来的，然而有一些人的财富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时候是养尊处优的环境。另外有一种呢，是领受到从天而降的财富，譬如说中了乐透这种所谓的不劳而获的这样的情形。根据一份2020年的报道指出，这一类型从天而降的财富，无论是他获得多少意外之财，在这个当中呢，有超过75%的人到最后都面临了破产的危机。以前看过的统计数字更高哈。这是来自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塞勒他的研究显示，这一类的人呢，在大脑里面总是有这样子这种挥霍，都把这个财富呢归类在不劳而获，因此他们花钱的时候呢不假思索，习惯了这种挥霍的生活，却不会去思想要生产，使得呢他们的财富容易被花光，他们又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导致他们在这种奖金已经花完之后，却过得比原来还要惨。前不久我们也谈到了圣经的教导，要积蓄财富在天上。这是圣经教导基督徒的正确的经济观。真正的财富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富有是什么？值得基督徒非常严谨的去思考。若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积聚财富在天上，就是不去追求自己的益处，而是愿意为别人牺牲付出。但总是有一些人在固守着自己的利益而不遗余力，这样的人更不用说什么谈到牺牲了哈。曾经听朋友转述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就是要来花钱的，这是意思就是说，针对单位的预算，大部分用来吃喝玩乐，来消耗到预算。但事实上，他们的支出可能大多数跟预算科目又不同当然这当中就有更大的问题。甚至运用所谓的公共空间、教会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遗余力。但是这样子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呢？还是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呢？有人来问耶稣基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回答他要谨守摩西律法。他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另外还有一件事，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
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然后这一位犹太人的领袖就面带愁容的离开了。这位富有的人所追求的是多，还要更多的地上财富。虽然他一方面谨守着摩西的律法，可是他的心里面却是相当的贫穷。耶稣基督说，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多难啊！有钱人要成为上帝的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因为这个是富人的心思，全落在他所拥有的财富上，他一点都不愿意放手。在经文里面讲到骆驼和针眼，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比喻。耶路撒冷的门，那个入口通常是一个大门，就是一般的人进出、行人进出的一个门口。然而那些载着货物的，通常用骆驼来载的货物呢，因为需要付税金，然后他们有一个门，从另外一个门，非常小的门，那当代人戏称这个小门为针孔。因此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门就他们必须要从这个针孔进去。但是如果身上载了一大堆的财富，你就必须要在这个门口呢全部卸下，那骆驼才能进去，然后货物才一个一个被打碎之后才进去，进入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家，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喜安山，或是我们说耶路撒冷是应许之地，是上帝的地方。那这个窄门呢，我们说针孔，就是基督所要求基督徒要去进入的，不要走那个大的门啊。骆驼和主人则是富有的人，骆驼身上的货物就代表人身上或是他生命当中的财富。但若是如同这个富人的心态，他无法将他的财富卸下放下的时候，他就进不了这一个代表上帝国度的窄门。耶稣基督这样教导说，愿意听这话的人就问，听见这话的人就问，这样说来，有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人所不能的，上帝都能。这个时候彼得又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了我们的家来跟从你了。耶稣告诉他说，是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为上帝的国而撇下自己的房屋、妻子、兄弟、父母和儿女的，一定要在今世得到更多，并且在来世享受永恒的生命。我们只要愿意像这个骆驼载货物的骆驼，在进入上帝的门之前，卸下身上所有的货物、财富，就能够轻易的进入耶稣基督所谓的窄门，这个针孔，也就必能进入上帝的住所，应许之地，就必能得救。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牺牲生命的人才能得着生命。其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诗篇第2篇
列国为什么妄图叛乱？万民为什么虚幻策划？我们的王侯蜂拥而来，他们的执政者一起筹谋，要攻击上主和他所选立的君王。他们说，我们来挣脱他们的束缚，我们来推翻他们的统治。上主从天上宝座发笑，他讥笑这些人的愚蠢，他在烈怒下告诫他们，在气愤中使他们惊惶失措。他说，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我立了我拣选的君王。那君王说，我要颁布上主的命令。上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做你的父亲。你求，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全世界也都要归属你。你要用铁腕统治他，你要粉碎他们，像粉碎瓦器一样。王侯们啊，要谨慎；执政者啊，要受教，要以敬畏的心侍奉上主，战战兢兢，俯伏在他的面前，不然他的震怒急如星火，你们要突然死亡。向他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啊！感谢主，让我们有蒙恩得救，也让我们蒙召在教会服事。求主帮助我们，不但做事，更将每一件事情忠心的服事，追求积聚在天上的财富，成为真正富有的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